係，hello 啊！今日又係我 Havis 同大家介紹下一個屋苑，咁就位於呢個馬鞍山嘅恆安站隔離嘅電圖雅苑。呢一個屋苑咧就 total 有11座嘅，咁咧佢有咩好咧？咁佢就有個shuttle bus 啦，即係嗰啲免費穿梭巴士，有去呢個市中心，亦都有去大學站，亦都有去呢個鑽石山站嘅一個屋苑。咁呢個屋苑咧，大多數都係用呢3房嘅大面積嘅一個屋苑嚟嘅。咁今日咧就同大家今日介紹咧就係8座嘅一個3房嘅單位，咁大家睇下。就帶大家參觀咗呢個單位嘅啦嚇，咁如果呢個咧個尺數咧就係755尺嘅，而家業主咧就叫緊咧950萬嘅，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嘅就揾下我啦，咁再大家可以帶上嚟睇下，咁好啦，下次有啲咩好盤嘅再介紹俾大家，拜拜。